太极出阴阳，阴阳生万物。在这绚烂的朝阳中，让我们一起开始我们的太极拳晨练吧。太极拳以其独特的外柔内刚、连绵不断的特点，深受全球人民的喜爱。它不仅是一项传统的运动，更是一种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。姐妹们，你们身手轻盈，如同一只飞翔的凤凰，在晨光之中显得格外夺目。太极拳的练习不仅让你们变得更加健康柔韧，更能够提升内在的气质与修养，让你们从内而外散发着女性的魅力。每一个动作如同云游四海的神龙，蜿蜒曲折却又连绵不断。太极拳的练习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每一次的跳跃旋转，体会那如同波澜壮阔的大海涌动着的力量。在这个充满生机的清晨，让我们一起跳动起来，舞动太极拳，让太极的精神传承千古，不言败。